19点39分。历节字幕记录：9点12分，我甚至一天都无法入睡，因为这9点15分可怜的家伙，别忘记那个情况。9点18分，当他把母亲从自己身边夺走时，9点20分，他需要爱。我们给了他。9点25分，从乳头本身给他喂奶，这样他就可以。9点27分，适当的护理。9点29分，这个孩子会没事的。9点32分，闹钟响了。9点35分，你想要什么？9点58分，你